后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郭玉成，伊日前抛文指控一个直播的男子行为鬼祟，但是后续证实是误会一场。国民党桃市议员林德今仔日指控到郭玉成的翁婿，2018年伫中国工作，痛骂讲两种的标准赚翁钱。郭玉成出面来背会，讲伊的翁婿是中国分公司挂名的董事，所领的是台湾的薪水，而且4年前就已经离职。伊反呛着国民党要反制大罢免拢无报，才会甲伊这个政坛的新人来抹红。他呢，水池里面银龙鱼，他呢，研磨下笔，他们通通大展宏图。用抖音顶管上请的歌讲口水，国民党桃市议员林德也了民进党立委郭玉成的翁婿，捌伫一间生技公司做董事，而且这间生技公司在2018年中国公布回台政策后，今年10月就伫中国成立公司，赚中国钱。他先生林轩庭就是所谓的董事。根本不是他口中讲在台湾领受雇人员薪资的人而已。他是台湾总公司过去设的分公司的专业经理人，他挂名董事。7月26号对他们来讲很急，所以现在应该也没招了哈。讲董事领的是台湾的薪水，是讲郭玉成会红列出来检视，但是因为正正的破文章批评一个直播主，虽然事后有回息的。也不本地今仔日被对外解释，说临时取消。我想这次事情请教当事人，我想他也已经受访了，那我已经跟他取得联系。如果你要看对话，他也接受我的道歉。除了你们自己的双标行为之外，你们这种恣意抹红、猎污的行为，把台湾变成什么样子？郭玉成强调，已经真心悔失了，也已经得到对方的谅解，请若要卖找到机会，特别改抹红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